早晨，大家好啊！我係慶水牧師 Hepsi 師母嘅門徒 J。我成長喺一個好破碎嘅家庭，以前呢，我係唔會信任任何人。過去我係一個獨來獨往嘅人，我自己係唔中意講太多嘢，而且都唔喜歡表達，因為原生家庭，爸爸好多時候喺我清晨起床行出廳嘅時候，會無緣無故一巴咁樣冚過嚟。我當時真係啞口無言。2018年，我求神俾一間有神土嘅教會俾我，我就開始一邊禱告，一邊網上揾教會。就係咁樣，我揾到奇妙611。嗰年嘅7月份，我就開始試下返崇拜，報下課程同埋營會。記得第一次去到醫治營會，第一課就係講天父嘅愛，我就想起自己完全係唔知道咩叫父愛。爸爸佢好唔中意我。所以我自己都唔中意自己，唔接納自己。以前我係唔中意影相，唔中意照鏡。啱啱新婚嘅時候，有人打電話聯絡我，稱呼我黃太，我竟然話冇呢個人，即刻急線。我覺得自己係冇身份、冇價值。喺營會中，天父同我講，係俾我知道佢係愛我，我係佢嘅寶貝女，佢喜悅我。感謝天父俾我有屬靈嘅父母，佢哋好有愛，好有耐性，佢哋俾時間鼓勵我同埋幫助我，去相信天父係愛我。我要學習勇敢咁樣表達自己嘅感覺同埋想法。以前我講嘢表達係會有後果嘅，有可能係會俾人話駁嘴，就會挨打嘅。而家喺教會呢個屬靈嘅家，因為有愛有信任，結果就完全唔一樣。因為天父嘅愛，我揾到自己嘅身份，我唔再怕權柄。我有啲時候會揾牧師師母食早餐，傾下偈，唔怕講自己嘅感受。因為有身份，我揾到好多嘅同路人，有一班同組嘅好姊妹，佢哋明白我就可以有力量去面對困難，面對挑戰。喺耶穌裏面，我又揾翻自己嘅使命，開始學習做小組長。以前我係好怕進入人群，我好怕人嘅說話、人嘅眼光。但喺呢度有愛有信任嘅氛圍之下，我可以更多突破自己。神都冇改變我以前一啲嘅想法，但係因為愛，我而家唔一樣。我一直期望我嘅老公能夠同我參加夫妻營，但係因為唔同嘅原因，總係無法實現。舊年老公竟然送咗一份25週年我哋結婚嘅厚禮俾我，就係同我一齊去澳洲喜悅611參加呢個嘅夫妻營會。唔單止係咁，最近教會有追根嘅課程，老公都好積極，竟然參與，仲答應我今日佢係好主動咁話陪我一齊嚟澳門611。我睇到身份嘅寶貴，我係阿爸父寶貝嘅女，祝福大家都能夠享受神兒女嘅身份，願將一切榮耀頌讚都歸俾我哋嘅阿爸天父。